可能會有好多人問，書姐係咪去鳩寫啲字落去，亂咁寫咁就扮自己好勁啊？其實好多咁嘅人嘅，我哋大學時候交功課就係咁嘅。我想講，我有份功課就係抄翻嚟嘅。嗰陣咧要必修一科嘅讀新聞，咁嗰陣咧我就因為時間嘅關係，即係啲上堂時間啱咧，就揀咗中國通史。佢就有份功課，佢話呢科咧得㗎啦。總之你學期尾咧要交份1萬字嘅功課，就係要 briefly 咧寫某幾個朝代，你可以揀寫喺度喊。因為嗰陣我打中文打得好慢，為咗同魔鬼做雕咯。而阿 Sir 係講你唔好抄啊，唔好周圍揾書啊，我實知啊，我係史學家，我好叻㗎咁樣。阿308話語音輸入法，咁你都要知噏乜㗎？中國歷史，我就兵行險着，有一本歷史書，我搏佢冇睇過，我成本照抄過1萬字。嗰本就係中國歷史中1至中3個3本嘅，佢點會睇過教科書啊？屌，我就將成本教科書抄撚晒過去。我啲 GPA 就係咁嚟，超撚極，成晚就對本中學嘅歷史書去抄，高分喎，仲要佢有讚嘅，話我寫得好。超勁，真係出色喎呢個。即係佢覺得我作為一個歷史嘅專家，我乜嘢圖書館裏邊歷史都睇過，你唔好諗住喺嗰度抄啊！我要你融會貫通之後有埋評價咪食屌，中學教科書有撚晒評價啦，咩宦官亂政嗰啲，全撚部照抄1萬字搞撚掂。